庆祝儿童节，延福国小提前伫3月31号举办全校明星运动会，享受一天的 Happy Day。对着现在囡仔来讲，用手机电脑等各种的平台，已经是满都片面日常。所以学校特别设计简单、立体流行的闯关比赛，希望伫创意游戏当中，祝福学生健康平安，有意义。全校师生都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要提前欢度儿童节。那非常荣幸呢，今年我们荣获台南市儿童节创意活动比赛的特优第1名。那今天主要的活动呢，就是闯关。那透过闯关呢，拿到点数，我们就可以选择飞得又高又远的飞机，看谁飞得高、飞得远。这个飞机造飞机的活动呢，就是代表我们永福学子梦想起飞，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，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庆祝儿童节，延福国小设计这款明星运动会创意比赛，因为拍败全市20几间学校，得到全市特优。所以，市长吴伟霆甲教育局长郑兴辉嘛专工来学校，用小折队甲小灰队来做伙组队比赛，体验包括射箭、高尔夫球、卡球甲抓回轮机等趣味活泼的闯关。除了市长队甲剧导队车拼无咧放水的，连学生裁判要算分数嘛意外含义为难。不过重点就是要享受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同学们都有一个实际的快乐的儿童节，而且不只是儿童节，在平常我们都有许多实际的活动造飞机啦、玩足球啦、打高尔夫啦，这些都是实际上，而不是只是在电脑或是平板或是手机荧幕上看到的。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。那也希望各位同学、各位老师，大家一起把握，能够这个让我们资讯世代或者 ChatGPT 世代的同学的我们能够有更实际的生活体验更实际的人跟人的互动，更实际的跟老师、家长有实际的更互动每一当4月，各校拢会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，不管是动态运动、戏剧表演，或者是静态阅读，拢希望让台南的囡仔留下珍贵的回忆，在幸福快乐当中大汉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乔芳采访报道。